歡迎嚟到 QE Book，我哋用廣東話解讀世界好書，記得訂閱，一齊用廣東話讀世界。如果你今日嘅心情好容易被另一個人一句說話、一個表情、一個已讀不回影響，呢本書可能會好啱你。Mel Robbins 嘅 The Let Them Theory 入面講嘅唔係叫你變冷漠，而係叫你分清楚邊啲係人哋嘅選擇，邊啲先係你自己要負責嘅行動。香港生活節奏快，人同人之間又近又密，公司訊息、屋企期待、朋友反應、伴侶情緒，好多時一齊湧過嚟。你以為自己只係關心，其實可能已經用太多力去控制一啲根本控制唔到嘅嘢。The Let Them Theory 最簡單，可以用兩句講晒。第一句係 Let them 讓別人做佢哋會做嘅事，第二句係 Let me 讓我自己決定我要點回應。重點唔係放任世界，而係將主控權由他人反應拎翻去自己手上。呢個方法之所以流行，係因為好多人成日活喺別人反應入面，人哋中唔中意我，人哋點睇我，人哋點解唔照我意思做，每一個問題都好似關心關係，但其實背後係焦慮。第一個核心係你唔需要控制對方，朋友唔邀請你 let them， 同事唔配合 let them， 伴侶有佢自己節奏 let them。 呢句說話聽落簡單，但真正難嘅係停止喺心入面排練10幾個版本嘅追問。 let them 係話你冇感受，你可以失望，可以嬲，可以覺得唔舒服，但你唔需要即刻衝去改變對方，逼對方明白你，或者用情緒證明自己有幾受傷。你可以先承認呢個係佢嘅選擇。放喺香港最常見場景就係 WhatsApp， 一個 message 出咗去，對方藍剔但唔覆，你個腦即刻開始開會，係咪嬲我？係咪睇唔起我？係咪我講錯嘢？其實有時只係對方忙，或者對方就係唔想即刻回。Let them theory 會叫你停一停，如果佢唔覆 let them， 然後第二句先重要 let me， 讓我決定我而家係咪需要再補資料，係咪需要等，定係我可以照樣做自己要做嘅事。所以第二個核心係 let me。 好多人成日停喺 let them， 好似只係忍住唔出聲，但 Mel Robbins 真正想講嘅係你嘅力量唔係嚟自忍，而係嚟自回到自己身上。你可以問我而家最成熟嘅行動係乜？例如你發現朋友一次又一次臨時甩底 ，let them 佢可以咁做 ，let me 我可以唔再將重要安排壓喺佢身上，我唔需要鬧到天翻地覆，但我可以調整信任同距離。職場入面呢個方法好實用，你可能遇過一種同事成日就係黑先交資料，或者開會入面講得好肯定，之後完全唔跟進。以前你可能會一路嬲，一路幫佢補位，一路覺得世界唔公平。Let them 係承認佢就係用呢種方式工作。Let me 係決定我要清楚寫低責任 deadline 交付標準，同埋唔再靜機機幫佢收拾全部後果。呢個唔係小氣，係專業。關係入面亦一樣，有人對你冷淡，你越追問，對方可能越縮。你想證明自己重要，但最後變成你追住一個不斷後退嘅人。Let them 係承認對方有權選擇距離。Let me 係問自己，我想要一段點樣嘅關係？我有冇清楚表達需要？如果對方長期俾唔到，我係呢本書有一個好重要嘅心理提醒，你唔係每件事嘅中心，人哋嘅表情、信息速度、生活決定好多時同你冇你想象中咁大關係。你以為自己喺解，當你開始 let them， 你會少咗一種控制幻覺喎。以前你覺得只要我再解釋一次，再好啲，再努力啲，對方就會照我希望咁變。但現實係成年人會按自己嘅模式行動。不過呢套方法最容易被誤解。Let them 係叫你俾人踩界，唔係對方失約你都笑住話冇所謂，唔係公司唔合理你都照單全收。真正嘅 let them 後面一定要有 let me。如果對方一次又一次唔尊重你， let them 係睇清楚，佢就係咁選擇。Let me 係我可以講清楚底線，減少投入，停止幻想佢忽然變成另一個人。
呢個先係成熟。你可以記住3句話：第一，這是佢嘅選擇；第二，這係我嘅責言；第三，我下一步做什麼。呢3句話可以幫你由情緒漩渦入面停一停，唔好即刻衝去回覆、解釋、追問或者討好。好多時候真正改變人生嘅唔係一句大道理，而係情緒升起嗰30秒，你有冇能力慢半拍？你慢半拍就有空間揀反應，你唔慢，舊習慣就會自動接管。如果你想喺香港真實時做一個7日實驗，第一日遇到已讀不回，延遲10分鐘先反應；第二日遇到同事粒粒，先寫清事實，唔好即刻情。第4日唔再追問一個明顯想保持距離嘅人；第5日將一件本來想抱怨嘅事改寫成一個自己可以做嘅行動；第6日練習講一句清楚但不攻擊嘅界線；第7日回顧邊件。工作上你會發現自己少咗好多情緒部位。以前一個人黑面，你可能成朝都喺度估，依家你可以話 let them， 佢有佢嘅情緒。我嘅責任係做好溝通，做好交付，而唔係做全公司情緒管理員。呢樣嘢好啱香港，因為好多辦公室文化都好靠估。估老細意思，估同事態度，估客戶潛台詞。你 let them theory， 唔係叫你唔敏感，而係叫你唔好將敏感變成自我消耗。家庭入邊咁微妙，好多香港人一聽到界線就覺得好似唔孝，但界線唔係反抗父母，而係承認大家都係獨立成年人。你可以尊重家人，同時唔將人生所有選擇交俾家人投票。例如屋企人對你工作、感情、買樓、移民有好多意見 ，let them， 佢哋可以有意見 ，let me， 我可以聽、可以理解、可以感謝，但最後我都要為自己嘅人生後果負責。有趣嘅係，當你少咗控制，人際關係反而可能更有吸引力，因為你唔再成日逼人證明重視你，唔再用暗示測試對方，唔再將每一次反應都放大，人同你相處會覺得多咗呼吸空間。呢種人氣唔係靠討好，而係靠穩定。你知道自己係邊個，你知道自己要乜，你亦容許對方係佢自己。呢種鬆動感對成年人關係好珍貴。呢套方法另一個值得講嘅位係情緒成本。你每一次反覆猜測別人點諗，其實都係用注意力付款。你以為自己只係諗多陣，但一諗就可能半個鐘、一晚，甚至成個星期。最貴嘅唔係嗰件事本身，而係佢偷走你之後嘅判斷力。你本來可以休息，可以讀書，可以做一個重要決定，但你用晒精神去分析一個表情或者一句可能冇意思嘅說話。社交媒體會放大呢個問題。朋友去旅行冇叫你 let them， 有人出 story 好似特登俾你睇 let them， 你個 post 冇人嚟 let them。 呢啲反應未必代表你嘅價值，只係演算法同人哋生活節奏嘅混合物。Let me 係問，我想點樣用社交媒體？係用嚟連接，定係用嚟每日量度自己有幾被重視？如果後者令你越用越空虛，你可以調整用法，而唔係追住每一個反應炮。有一個大鬼位係，你越想控制一段關係，往往越容易失去吸引力。你不停追問、測試、暗示、冷戰，其實都係想逼對方俾你安全感。但安全感一旦要靠逼，就已經唔穩。Let them 令你停低呢種拉扯，靚尾令你建立真正安全感。我可以講清需要，我可以觀察對方行動，我亦可以喺不被珍惜時慢慢退後。呢種安全感係從自己選擇出嚟。我會將呢本書變成4步練習。第一，限鍵觸發，即係知道自己被邊件事刺中。第二，明故事，你而家腦入邊講緊乜故事？係咪事實定係推測？第三，分清責任，對方嘅選擇係對方嘅責任，你嘅行動係你嘅責任。第四，做一個小行動，唔係諗到完美先行，而係先做一個令自己更清醒嘅下一步。如果你係創作者、freelancer、創業者，呢本書都好有用。你公開作品就一定有人中意，有人唔中意，有人完全冇反應。Let them， 市場會有市場反應，人會有自己口味。Let me 係我可以睇數據睇下有用非吧，改進下一版，但唔將每一個負評都當成身份審判。香港地方細，面子壓力大，所以更需要呢種穩定。
邊啲人最適合讀呢本書？第一，高內耗嘅人；第二，好容易討好別人嘅人；第三，喺關係入面成日焦慮嘅人；第四，明明好努力，但情緒經常。如果你聽到歷典會覺得鬆一口氣，代表你可能長期掹住太多唔屬於你嘅責任。你唔係要突然變自私，而係要學識將別人嘅人生還俾別人，將自己嘅人生還俾自己。但呢本書亦有邊界，重大傷害、法律責任、職場欺凌、長期操控，唔係一句 let them 就解決。遇到真實危險，你需要求助、記錄、保護自己，而唔係用放手、包裝、忍受。所以成熟讀法係小事小控制，大事清楚處理。情緒反應可以慢半拍，但重要界線要講清楚。Let them theory 最有力嘅地方係幫你由混亂情緒走。所以呢本書嘅核心可以濃縮成3層：第一，讓別人顯示佢哋本來嘅樣子；第二，讓自己停止幻想同埋控制；第三，讓自己用行動建立想要嘅生活。最重要唔係你突然變得毫不在乎，而係你開始知道我可以借付，但我唔需要被拖走；我可以愛一個人，但我唔需要控制佢；我可以努力工作，但我唔需要替所有人負責。今晚你可以試一個好細嘅練習，諗起件最近令你反覆內耗嘅事，寫低2行。第一行 Let them 佢哋正在選擇什麼；第二行 Let me 我下一步可以做什麼。如果呢本書令你諗起某段關係、某個同事或者某個家庭壓力，可以喺留言寫低你最想練習 Let them 嘅係邊件事。想繼續用廣東話讀世界，記得訂閱 Q Ebook。如果今集有啟發，歡迎留言、like、分享同訂閱 Q Ebook。多謝支持，我哋下本書再見。